如果去澳門一定會買手信啦，買係米餅啊嗰啲手信啦。不過咧，我就唔中意食係米餅嘅，但係我今次翻到嚟咧，我都會買手信啦。但係我會買其他咯。翻去咁有啲人係特別中意益士記啦，但我就唔中意，我係中意最香型嘅。咁咧我就其中一個原因係中意佢首歌啦，咁我就會唱佢嘅廣告歌。望下山，望下海，麥卡旅行，同男女兒歡歡喜喜。大聲吧，觀音像，媽個你今次真優美，最開心係最香圓，最香圓買手信買手信，款式至多至好味，大家高高興興買手信，包你一定歡喜。一次望下山，望下海，麥卡旅行，同男女兒歡歡喜喜。大聲吧，觀音像，媽個你今次真優美，最開心係最香圓，最香圓買手信買手信，款式至多至好味，大家高高興興買手信，包你一定歡喜。